咁前年兔年 Doctor Chan 咧就同我測咗一個字，就係呢個字啦。係自己個己字。OK 得。嗱咁咧就建寧睇到啦，俾支筆我先。係粉紅色喎，大家睇到啲咩？諗住咩啊？粉紅色。粉紅泡泡韓劇嗰啲。浪漫啊，感情啊，阿建寧梗係而家想追求呢樣嘢嚇，咁亦都阿建寧你知道啦，大家都佢都知道啊，佢喺就係演藝界都有啲涉足嗰啲工作嘅，咁即係咧嗱粉紅即係有啲紅，咁啊佢想紅啊即係話即係想繼續紅啲啦，咁啊預祝佢亦都兔年裏邊真係會紅㗎嚇，咁啊粉紅色，咁嗱另一個咧就個己字，嗱己字有咩意思啊？好簡單啦，係嘛？好似 S 咁樣，但係如果中文字嚟講咧，己即係講自己啊，咁啊建寧啦呢個咧就佢對自己咧好有信心啦。即係想自己又有感情又有事業，又有粉紅色嗰啲嘢咁咧係啦，粉紅色即係浪漫啦，浪漫啦即係嚇。不過小心啊，桃花要正桃花嚇。咁咧就我估計咧就建寧而家係開心嘅，個心情好嘅，亦都渴望一啲即係開心嘅嘢、浪漫嘅嘢同埋喺事業上咧就更上一層樓。咁我而家回顧翻咧，其實喺兔年嘅時候咧，我覺得 Doctor Chan 都講得幾準㗎。我自己喺事業上面啦，我都幾專注做我嘅輔導工作啦。喺輔導嘅工作上面咧，亦都因為有幕前嘅工作，所以有啲相輔相成，令到我多咗唔同嘅機會去接觸，譬如一啲學校啊，做一啲嘅講座啊，做啲嘅分享啊。咁另外就係咧愛情咧，我都幾滿意嘅，所以 Doctor Chan 都測得幾準。咁至於馬年啦，究竟我會寫啲咩字，同埋 Doctor Chan 會講啲乜嘢咧？從生物嘅角度去睇，蛇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個爬蟲類嘅動物，涼血嘅。咁咧，所以咧就仲有一樣嘢咧，蛇咧係一個人哋驚嘅嘢嚟嘅，即係佢除非唔咬你，而家毒咧好大件事係咬到你，所以咧係一個人好怕嘅動物嚟嘅，咁所以大家留意啊，今年蛇。今年馬年就睇下我哋準唔準啦〜